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台湾的艺术若要好，就民间的历史来话上介好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一个民间史记去听，人当头壳想出来历史来话，啊，这种话音的相定意思的哦。头一句讲甜粿黏鼎，哦，国情啊，啊若煎甜粿时黏鼎条鼎废去呢？简单啊，煎时压开吐啊，所以甜粿黏鼎欠吐上，唔是吐的，佫无效，用个搅的才搅会起来。讲我做欠搅啦，啊，当然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话音的相定意思的，实在是咧批评讲，你就是欠人错干搅的搅，啊，拄啊，甲搅甜粿甲搅起来，管啊挂无一条可以用个搅的，迄个搅话音，所以欠搅，啊，现在你定定咧加嘛，定定咧加搅，煞唔知你的工课都含慢做，你吼一角10个压落涂骹啦，一角10个，拢总啊毋10角，10角轻起来，啊，就一空，啊，若10个压落去涂骹，有诶恁这边，有诶恁迄边，啊，就散开去啊，对，一角10个压落涂骹，立起来话顶句才袂句，下句就是讲我做一箍10角压落涂骹，散开，散啦。一箍散，你我甲你交代代志，你都无定心咧听你。我甲你讲，当你甲我做师，莫怪讲我会甲你教，会甲你错，莫怪讲我咧讲你欠教。所以一箍散，10角拄啊一箍轻开。啊，毋过国情头拄我讲，话音的相定意思是讲你一箍人安尼散啦。过来啦，若甲你这款人做工课吼，我吼袂输安那，你敢知？为着你安尼操心八百，拢安尼袂放心。我敢若是好神跋落肉汤咧，好神跋落肉汤啊！人迄鼎肉汤当咧卤呢，当咧滚呢，要卤甲口味真好，才有才着搅饭呢。对，好神跋落卤掺落，无才着佮飞出来啦。因为迄只好神踮伫肉汤内底，安怎样算毋知影卤死啦？朋友，这原来是相定意思，讲话音的卤肉饭、卤肉汤的卤。迄只好神，但名老死的老，拄好就是甲气心劳命的劳话音啦。甲你这款一箍散的人做伙做工课，我真正会老死啦。台湾话真正艺术，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民间的历史来话上介好，因为是拢咱这老辈当头壳、激头壳去想出来趣味奇巧的话。